歲打後咧，每10年咧就係跌10%，可能咧就係開始咧就係勞嘈啊、牢騷多咗啊。男男女女加點情趣，同你輕鬆講健康，談情趣，即刻去健康好人生收睇啦！3伏天，所謂3伏天裏邊咧，就進行一啲針灸啊、艾灸啊，呢啲咁嘅運動，咁咧就目的咧就係愛嚟驅走啲熱氣裏邊嘅唔好嘢。咁點解會響火辣辣嘅時候就整響今日嗰度做呢樣嘢咧？咁火克金，金係主乜嘢咧？一般嚟講係主嗰個肺同埋嗰個小腸。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嘢就叫做九九消寒圖？歡迎大家嚟到風水長知識。我哋呢個節目，如果大家中意嘅咧，請下邊個小鈴鐺嗰度撳一下，你嘅支持咧就係我哋最大嘅鼓勵。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講咧，就係因為2026年咧就係我哋所講嘅丙午年，坊間所講嘅赤馬紅羊，咁大家都聽到啦。赤馬紅羊都係熱辣辣嘅火，咁所以因為咁咧，有好多人咧就對於嚟緊個夏天咧就有一啲好大嘅擔心啦。咁大家已經知道啦，譬如響5、6月，歐洲咧已經有一大堆嘅熱嘅天氣出現，咁啊搞到咧歐洲都熱死人啊！咁啊印度咧就更加係好似喺個火爐上面咁樣，佢話平均喺6月嘅時候咧，有話平均每一日有3000幾人因為熱而死亡嘅。咁所以呢一點咧，就於是大家就會有一個警惕啦。咁但係我哋響中國人嚟講咧，應付夏天嘅做法咧，我哋一般嚟講咧就所謂嘅3伏嘅針灸或者艾灸啦。即係話咧，我哋響3伏天，所謂3伏天裏邊咧，就進行一啲針灸啊、艾灸啊，呢啲咁嘅運動，咁咧就目的咧就係愛嚟驅走啲熱氣裏邊嘅唔好嘢，而令到身體咧就更加強壯嘅。咁乜嘢係3伏天咧？其實就係咁嘅。入咗立夏之後咧，嗰個庚日，即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嗰個庚，咁啊庚日咧就係叫做第一個伏。即係第一個庚日就係第一個伏，咁而庚日咧，庚係屬五行咧係屬陽金，係金嚟嘅。咁點解會響火辣辣嘅時候就整響今日嗰度做呢樣嘢咧？咁五行大家都知道啦，火係燒溶啲金嘅，所以火克金。咁點解會做呢樣嘢咧？嗱，正係因為呢一樣嘢，因為響夏天嘅時候個火太旺。人嘅身體裏邊咧，就有好多嗰啲熱氣咧，就散咗出去，所以個人咧就會虛弱啊。咁而火克金，金係主乜嘢咧？一般嚟講係主嗰個肺同埋嗰個小腸。咁所以因為咁咧，我哋就要喺今日嗰度咧，就利用艾灸、針灸咧，所謂補翻啲氣入去啦。咁補到啲氣入去咧，就令到個人身體健康啲，就捱過呢個夏天咧。咁就於是冬天、秋天咧就會比較身體強壯啲啦。咁所以中醫咧就用呢個方法咧，就作為一個醫學上嘅補救方法，係增進自己個身體體質嘅健康嘅。咁我哋今年嘅初伏係幾時咧？就係頭初伏咧，就係7月15至到7月24嗰啲10日。中伏咧就係7月25到8月13呢20日，三伏咧就係8月14至到8月23呢10日。ETNet 財經生活 App 有即時報價、專家貼士分析、即時人氣股排行榜等實用功能，有齊全方位財經及生活資訊，一 App 在手，投資理財冇難度。今年係赤馬紅羊，所以我哋都已經預告咗，我今年嘅早期嘅預告都已經講緊啦，係非常之熱嘅。咁但係大家會留意到一樣嘢就係，我亦都今年年頭已經講咗，今年係好多雨水嘅。咁所以大家睇到咧，由5月開始一路6月，一路落到去就嚟7月咧，都會好多雨水嘅，明唔明啊？
咁所以甚至三伏天嗱，咁古代咧就話用呢個龍舟水嘛，咁啊，因為今年個龍舟差唔多去到6月中咁滯嘅，因為有閏月嘅關係，咁所以咧你睇到咧，中國嘅曆法咧，其實係用個天干地支配嗰個嘢咧，係準過西曆嘅咩5月6月啊嗰啲咁嘅年份嘅。OK， 咁啊嗱，咁三伏天咧仲有一樣嘢，有個民間嘅諺語就話公復凶，母復悶。咩叫公復咧？就係即係話，如果嗰日咧嗰個日伏嗰日咧係個干支係單數嘅，咁咧就係叫做公復啦。咁就好似烤爐咁，又乾又熱啦。母伏咧就係又濕又熱啦。啊，咁個分別就喺度啦。咁好似蒸籠咁啦。咁所以咧今年咧今年個農曆咧就係應該係6月初二，初二咧就係雙數，所以就係母伏啦。咁啊雨水咧就會比往年咧偏多，空氣濕度大，因為我哋今年嗰個天星咧，嗰粒水星同埋粒木星咧係好相近嘅，所以由5月尾一路打落去咧，應該去到8月15前啦，嗰兩粒星先至相會，相會完之後啦，咁個天氣咧就開始改變啦。嗱，因為冇木星同埋水星相會咧，古人係叫做開雨門，落雨個雨，所以咧就會係令到有好多一陣一陣嘅雨，所以咧你會睇到咧，而家個天氣咧就會越嚟越咧就係一冇雨就好熱，跟住就沙聲一場巨雨，跟住又熱過，又一場雨。嗱，個天氣就咁樣間斷。咁呢樣嘢咧就要去到8月15號咧，即係西曆嘅8月15號咧，個水星會完個木星咧，先至開始停止嘅。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呢個三伏天就應該係淨係熱啦，唔係淨係熱嘅。所以點解會今年都亦有母伏咧？亦都啱嘅，即係話咧落完雨，跟住你曬起嚟係咪好似蒸籠咁啊？所以呢個亦都係嗰個現象嚟嘅，其實有得解釋嘅。中醫所講嘅咩用天灸啊，又話講到用咩針灸啊、艾灸，其實呢啲嘢咧，因為灸呢樣嘢咧係有即係針灸係其實有3種方法嘅。一種咧就好簡單，就係貼一啲膏藥喺嗰啲穴位度。咁呢個咧你自己識得穴位咧，你攞本穴位書翻屋企，自己去嗰啲乜寶嗰度買啲嗰啲咁嘅貼咧，你就可以自己貼都得嘅，唔使一定要去見中醫嘅。咁中醫當然啦，同你針灸啦，或者艾灸啦。咁所以有3種方法嚟可以處理嘅。咁然後咧嗱，古人有一句説話，就係叫做冷在三九，熱在三伏。呢句説話咧，其實我帶咗出嚟一樣嘢，就係叫做三九呢樣嘢。嗱，咁呢樣嘢雖然同而家嘅三伏天冇關係，但係呢個亦都會係今年年尾嗰個天氣嘅特徵嚟嘅。嗱，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嘢叫做九九燒寒圖啊？嗱，九九燒寒圖咧，其實係一張畫。古人咧通常咧就係用譬如你熒幕你可以睇到噶啦，就係一張畫有9個字。咁啊9個字咧就係空心嘅。咁咧就呢9個字咧，其實每個字咧就有9畫。嗱，咁佢嘅開始點咧就係響初九咧，通常就係大概係響30歲打後咧，每10年咧就係跌10%，可能咧就係開始咧就係勞嘈啊、牢騷多咗啊。男男女女加點情趣，同你輕鬆講健康，談情趣，即刻去健康好人生收睇啦。冬至嘅前後，12月幾嘅前後，咁嗰陣時咧，北方嘅天氣咧就一路，其實就開始真係凍啦，因為日最短啦，當時咁個地面咧吸收陽光只係吸收陽光嘅力量咧唔夠啦，對於天氣個地氣啊就越嚟越凍啦。咁啊，所以你睇到冬至後嘅節氣就係咩啊？大寒、小寒、大雪、小雪。咁然後咧，古人嘅做法咧就係一種好雅興嘅做法，就係將呢幅畫咧
就貼咗一埲牆度，然後咧就每日就揾支筆就畫一日畫一撇，咁啊填充咁填咗呢9個，啱啱就9981日，所以呢個就叫做99消寒圖。啱啱填完81日咧，個天氣就開始回暖啦。咁韓國咧仲有就有個做法就係做咩咧？佢就畫一大堆梅花喺度，然後咧就係又係用支木筆咧，每日就點一塊花瓣，咁啱啱就係點足咧，就係9981支咁呢個咧，所以39咧就係代表第3個9嘅數嘅天，即係話19、18、27。咁所以咧就係即係19日至到27日之間，啱啱過冬之後咧，嗰陣時咧就係最凍嘅。咁3伏咧就調翻轉，就係全年最熱嘅，就因為夏至後嗰幾日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愛嚟幫大家去解決嗰個天氣嘅問題。記得訂閱我哋，唔好錯過最新節目啊！無論係風水、美食、旅行、時尚定係藝術，我哋會同你一齊探索最新最潮嘅生活資訊，一齊休息睇片，釋放壓力啦！25度生活，舒適溫度，綠色態度，樂活自在。ETNet 財經生活 App 有即時報價、專家貼士分析、即時人氣股排行榜等實用功能，有齊全方位財經及生活資訊，一 App 在手，投資理財冇難度。